米万南话怎读呢？比论这两个词，你敢是读做神秘、秘密？大家好，我是相说。米一字字生活路计是读做笔，简单是声调调节有精差。所以普通的所说的神秘、秘密，万南话是读做神秘、秘密、神秘，有的是读做神秘，这是泉州话的轻口差。好，先咱继续来说笔。实际上普通话也有这个音，比论这个国家名，普通话就是读做秘鲁。只要说笔不是啥青字，应该不会读当这是。对咱人的口语嘛，时常会听到，比论笔结，笔结就是普通话所说的便秘、笔补、笔补。不过有人在讲闽南话的时阵，拄到神秘、秘密这款词类，头壳却转不过来。比论很神秘啊，你是有啥秘密？甚至有的直接说，讲你说一个秘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势今日就分享到这，我是相说，感谢支持。